来这首吼，咱来看是新的地，新的天。我感觉这首的诗歌足水的吼，咱先来读第一节好无？新的地，新的人，上帝的灵运行，新经济，新创造，活命的灵运行，新男性，新女性，上帝形象运行。主唱新歌，以互万物换新，互万物换新，吼，真水对吧？吼，好，咱这首诗歌，咱小注意一下吼。上帝就是新男性、新女性，上帝形象运行，这大家吼，就是这边加第这个谱表加1、2、3、4，吼，啊，搁煞只搁沿4拍，吼，啊，即马后壁遮吼。互万物换新这个所在，要搁接要搁接第二节的时阵呢，一样也是8拍，吼，啊，我们就是掌握这个这样就可以了，吼。好，咱同齐来吟这首，吼，来第一节跟第二节咯，来，新的地，新的天，来。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新经济，新创造，活命的灵运行，新男性，新女性，上帝灵运行，主唱新歌，以互万物换新。真水的诗歌吼，搁煞只来吟第二首500首，你心志着换新，哦，你心志着换新吼。这咱看第一谱表跟第二谱表加吼，然后我们要重复2次吼，然后就要刷接接啦啦啦啦安尼吼，啊第二节的部分嘛是共款。第五梦着欢喜，共款吼，2节安尼吼。咱第一节跟第二节，因为这咱之前也较少唱，咱同齐咱来唱全首吼，来1、2、3，来。你心志着欢喜，你心志着欢喜，你心志着欢喜，来福赛辛苦做好一届，你心志着欢喜，你心志着欢喜，你心。福赛辛苦做，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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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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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哈。好，啊，上尾一首咱来吟圣诗，389首。开始。阿拉上帝之光之主，作花耶稣万空万物，一定心上一夜万民，一万欧罗美家。这首咱说着咱礼拜四的时阵，咱就要吟阿门吼。好，咱现在咱真欢喜哦，今日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吼，咱一个真水的奉献主日吼，咱会当大家三个真欢喜。咱用爱使我们同在一起，咱来互相亲安，好不好？好来，咱大家来，让这就听好咱。一做一回，要咱一做一回，兄弟会叫我咱的家做一回，要咱一做一回，要咱一做一回，要咱一做一回，兄弟会叫我咱的家做一回，要咱一做。咱来领受诗篇105篇第1节，咱同齐来，恁着学乐耶和华，着伫上帝圣所学乐伊，着伫权能的长枪学乐伊。咱即点咱来学乐咱的上帝，咱同齐起立好无？来，咱来用这首，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我的阿罗来吟诗，所下的天主，主的天意，一定的大灵魂，我的主，你的为当年给为你。不等高万岁，来给。
上帝摕荣光归了咱天顶的上帝。咱刷过来，咱来领受这首诗篇136篇第16节。来，咱同齐来读。感谢迄个带伊的百姓，行伫旷野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阿门。阿门。来，咱即条咱来吟这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至大上帝愿你带我，奔过金色旷野地，我真愿让你带我去，用手把我无怨罪。你的力量，你的力量，求你有一我，求你有一我，我求你救赎我心碎了我心魔，为了荣耀求你献出，我终会喜乐，我因救主，我因救主，使我归来我，使我归来我。咱搁来领受诗篇42篇第1节，安尼讲，来，咱同齐来读。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咱搁来读一解。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咱用基督的心来吟这首。上帝啊，伫你来。轻轻那吟咯。上帝啊，上帝，你何来无边丰美，救主金榜，谁敢随我上你，我心都上帝，愿吟诗唱歌学了你的圣主名，学了你一切所做的奇妙。
因为你的救恩，阮心欢喜，伫阮心所出欢喜的声来学罗主你的圣尊名。希望你是阮活命的源头，愿阮像诗歌所吟的，阮要食做一丛好树，紧紧伫你换水的溪边，结出你所喜爱的果子。敬虔拜入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啊，这请坐。无伫甲即世间相款，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像即粒，咱同齐起立来吟圣诗175首，新的地，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的恩典，
这请坐。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阮阿爸爸上帝，阮用欢喜的心伫你的圣殿学习你的圣主名。你是阮生命的源头，你是真理、活命、道路。阮因为你一切奇妙的，阮来吟诗唱歌学习你。主啊，阮是你草场的羊，阮较无敬畏你的律例。阮手洁心清，要来做你的学生，跟对你的脚步，互阮会当对你得到新的活命。有新的力量甲愿望。今日是台湾实行院的奉献主日，恳求信心你开阮的心，互阮会当看到神行院家伫教育、栽培天国的圣工的重要性，互阮会当伫即个圣工有份。除了有实际的金钱奉献之外，也会当带领阮继续为因来关心祷告。特别阮也少年，阮的新的牧者蔡东旭牧师，因夫妇目前搁伫美国，要伫11月19号要返来台湾。恳求上帝，你保守带领因全家的行程会当顺利平安返来。特别你的话是光一开拆，黑暗就闪去。这是阮心恬静来到你的面前，较无你的话。求你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来领受上帝你赏赐阮生命的美好，帮助阮心智换新，所采标来跑走，成做合你心意的囝儿。敬虔拜咧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所只启应文，咱即点要来启应，咱先开先是后壁面1025页，启应15篇，4篇50页。那这我来启，咱同齐来应。上帝啊，你的疼未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罪。你以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
真求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你无爱成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这边圣歌队伊要来带领咱来献诗，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主事活派5万，对打到永远。感谢圣乐队因用水的诗歌，伫每一礼拜咱尽心，啊，搁伫礼拜的时阵敬虔来带领咱，将水的诗歌来献给上帝。即了咱要来做咱的信仰告别，听这咱即了来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年内受苦，并是地死，埋葬罗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权。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下面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啊，这请坐。即点今日咱要来领受的圣经节，上帝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4章22节到24节，伊新约221页。以弗所书4章22到24节，
那这咱同齐来看，就是论到从前的名罪，恁褪去旧的人，就是照应有人的私欲在败坏的；，佮恁心神换心，亲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信来创造的。即两节真短，咱同齐搁来读一解，就是咱同齐出声来读。就是论到从前的行罪，恁褪去旧的人，就是照应有人的私欲去败坏的；，佮恁心神换心，亲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信来创造的。有主将你的话今日是台湾新人医的奉献主日，咱真欢喜，咱会当得到咱许瑞正牧师会当受差派来到咱中间，吼。许牧师是民权教会牧师，对吧？哈，伊伫中会有嘛做真水的事工的服侍，咱今日足欢喜会当甲伊见面，吼。嘛是透过甘活港台，咱才有机会明白柯牧师。伊今日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心智更新，心智更新。咱足渴慕吼，咱柯牧师的信息，咱从以下时间交互柯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来到咱的教会。吼，我几若摆来到捌来过咱教会，总是头一届徛讲台啦吼。今仔是代表台湾新学院来向大家请安。无拍算啦吼，今日无看影片啦吼。总是咱拢真知影吼，台湾新学院的需要吼。我是台湾新学院毕业的吼，2014年毕业吼。所以我是东旭牧师的学弟啦吼。然后是东旭师母的学长啦吼，因为我后来又去念了英硕，所以赶快是3年毕业啦吼，3年毕业所以我即马已经58岁啊啦吼，要60岁啊啦吼，嘿，所以真欢喜吼，当伫遮吼来甲大家有熟悉安尼啦吼，我对大边那遐来吼，今日坐捷运吼1点钟会当到咱教会啦吼，我就是。新学院受造就了后，去拢一直伫民权教会做歹势。我3年级的时候吼，3年伫遐实习啦吼，带信歌队，然后就留落来吼，做团队3年，然后风牧到即马啦吼，到即马安尼吼，所以真正知影讲吼。台湾新学院吼真无简单啦吼，要栽培一个即个团队啦吼，做传教师吼，迄个栽培的用心，我感觉是真无容易的吼。所以咱嘛知影讲新学院吼，永拢咧欠钱啦吼。因虽然真拍拼努力吼，老师真认真教，学生真认真学，总是因大部分的即个经费吼，拢是靠咱的即个奉献吼，拢是靠咱的奉献所以。今仔日啦吼，其实真特别，真特别，因为我本来就是要去暗区教会啦吼，后来就是安排来咱泸州教会吼，我感觉是上帝真特别的安排吼，所以真欢喜啦吼，真欢喜吼。阮的教会差不多甲咱边侪人啦吼，80个、90个人安尼啦吼，咱教会可能较侪人啦吼，总是阮的教会是较年轻啦吼。今年甲34岁尔吼，总是咱已经150岁啊啦吼，所以无论老无论少年，咱拢同齐吼来努力拍拼吼。我今仔日吼要用即个心智更新来甲大家分享吼。一开始吼，我要来讲一个故事，变雀换心的故事，有听过无？扁鹊换心，这是发生伫2500年前的即个中国。扁鹊是一个名医啦吼，比华佗还要厉害吼。伊是春秋战国的一个名医。有一天，有2个好朋友吼，同齐来找伊伫边吼。一个是鲁国的公义，一
一个是赵国的谢英，鲁国公义跟赵国的齐英，因为是名医嘛，真紧就治好势啊，总是边笑真好心，伊就讲甲因讲啦恁得到的病是外面感染到的，迄真好治啦。总是你阁有一个病我需要帮恁治好，就是恁有心病。我想我要替恁解决，毋知有好势无？伊就讲好啦讲伊的病是啥物病？就是伊真敖想，总是真无胆，总是坐婴的病多颠倒病毋免用头脑说做就做啦两款无共款的个性所以边笑就甲因建议讲无恁两个心换过来就会当两全其美安尼啦所以边笑想要对因换心因嘛感觉袂歹呢所以因就讲好经过3天3暝手术真成功，所以因两个人就边笑细声就转去家己的厝。结果恁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无？讲伊转去谢英因兜，然后谢英转去讲因兜。因为因的心交换了后，因迄个心，迄粒新的心，主导因回去因应该转去的家。所以帮因开门是啥物人？因的某对无？因拢感觉足奇怪呢。我的翁仔变样变甲安尼啦哪会变别人啦？再转来阮兜安尼啦就后来就相告啦相告讲即个毋是阮翁迄个讲即个毋是阮翁后来是边笑出面解说甲化解啦总是我嘛毋知影因以后要安怎生活呢，对无？总是我要讲的即个用意是啥物？要互大家知影讲咱的心最重要的咱的心最重要的，咱若心换，咱的心改变了后，咱的思想、咱的行为、咱的做法嘛会得咧改变。所以咱看2500年前就着换心手术变相改变人的性格其实咱基督徒咱信主了后同款嘛已经有做过换心的手术啦，敢毋是咧？保罗伊安怎讲？伊讲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当拢变成新的。若是伫现代中文修订本，伊的翻译是安尼讲，伊讲无论是治水，一旦有基督的性命，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所以伫基督内面是啥物意思？踮伫基督是啥物意思？就是有基督的性命，有基督的性命就是用基督的心做心。所以咱信主了后，咱其实应该将家己的心换做是基督的心。所以保罗安尼讲，伊讲我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腰骨伫活，毋是由原我。就是基督踮伫我伫活，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活，是在伫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捌疼我，替我献家己。这我来讲华语啦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伫遮讲。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即马在活毋是我，迄个我是指什么？是指老的我，是指旧的我，是互罪管辖的我。若是被罪管辖掌管，会活出什么款的表现？会活出一切的苦毒、怨恨、生气、宣讲、诽谤。以及一切的恶毒，这是第4章所讲的啦，这是第4章所讲的安尼啦，所以咱若踮伫基督伫活，是啥物意思？是指已经靠圣神做死，自活，互家己的性命，互基督来掌管，也帮助咱活出
其主耶稣的宽恕。好，照你讲，咱已经动过即个换心手术啦，对无？咱已经甲主同活呀，甲主同死，甲主同活，吼，应该是安尼啦。啊，总是当咱照镜的时啊，咱会发现啊，其实咱的心并无改变，咱的心无改变，所以咱的外貌共款无改变，咱犹原是老的我，犹原是旧的我。所以保罗伊伫被关的时，有写批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提醒因成做主的肢体了后，伫基督的身体内面，应该爱有甚物款的生活，你爱负甚物款的责任。吼，譬如讲，伊讲恁爱甲恁蒙召的恩吼相称，吼爱对伫你蒙调吼的恩爱相符合，爱尽力保守灵的合一，爱成全圣徒，爱建立基督的身躯等等。另外，保罗嘛有讲到讲，伫新的人内面，应该有新人的生活表现。吼，恁会行事行做，毋通阁亲像外邦人，爱脱去行为顶面的即个旧人，并且安怎穿新人。拄则讲的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的内容。吼，咱继续看，脱去旧人穿新人的关键是啥物？大家敢知影？脱去旧人穿新人的关键，其实就是我今仔日的讲题，就是爱心智更新。吼，咱的圣经翻译做心神换新，心智更新就是心神换新。吼，当咱心神换新了后，旧的我就会变做新的我，旧的创造就会变做新的创造，咱就会当脱去旧的人穿新人。所以换心是上关键、上根本，也是上重要的一件事。遮尔重要，所以上帝捌对以西结安尼讲，吼，即马伫读，若是照先讲读经的进度，吼，以西结书拄读了啦，吼，拄读了，吼，即马伫读加略太书安尼啦，吼。啊，上帝吼捌对以西结安尼讲啦，吼，先知以西结安尼讲，我要洗清恁。除去恁一切的拉散，甲恁一切的偶像，我要用新的心想事恁，也要用新的心下伫恁的内面，搁要对恁的肉体中除去亲像石的心，想事恁亲像肉的心。我再念一下华语哈，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OK， 吼，所以实心跟肉心差别很大，吼，石头顶壳壳对无吼，甲肉心的心是柔软的啦，吼，一个是足定的，吼，足歹改变的，一种的是软的，啊，佫有真悬的即个可塑性。啊，有看到我影片即个 PPT 顶头。恁知影迄是啥无？啊，本源啦吼，旧年的圣诞爱餐吼，阮订试运的餐盒，吼，我感觉大家吼食冷的吼，可能无讲会介饱，所以我阁另外煮一鼎菜头汤，啊，阁煮一鼎珍珠奶茶，要互大家啉安尼啦吼。啊，迄工伫做礼拜时吼，我就很有自信啦吼，甲大家讲吼。第一次煮珍珠奶茶就上手吼，因为吼拄煮了的时候非常的好食啦吼。我虽然平常时拢无食这，总是我知影会真好食吼。啊，而且吼，恁煮过珍珠的人请举手，煮过粉圆的请举手。好煮吗？请放下。不好煮哈，会熟啦哈，要焖熟对不对？要焖着让它熟嘛哈，你爱互伊 Q 啊，又有那个要 Q 又不能软哈，有那个口感哈，其实迄真无好煮啦吼，安尼啊，所以啊，我煮好的时候，我感觉哇，煮了足好食的安尼啦吼，我真满意吼，啊，真欢喜会当互大家食着这样好食的珍珠粉圆安尼啦吼。结果礼拜煞了后吼，
无用了吼，我家己食的时啊吼，我发现吼实在是足害的啦吼，因为吼迄个粉圆的心已经变定啊。为什么知影？为什么会变定？知影无？啊，冷去啊啦吼！恁知影我煮到暗时3点咧，吼啊，所以3点到12点的时已经吼7、8点钟啊啦吼，嘛应该爱定去啊啦吼。啊，所以吼菜头汤拢啉了，啊，总是珍珠奶茶还剩半桶，哈，怎么办啊？吼，怎么办啊？你们知道怎么办吗？微波1分钟就回软哦，因为刚刚蛋雕就怕剩了吼，赶快 Google 一下哦吼，微波1分钟就变软了，就恢复原来的美味。好，所以我早晨一食吼，哦，真好食啦吼，啊就炸仔呀哈，就放一个微波炉在旁边哈，让大家微波一下哈，就会很好吃了啦哈，就很好吃了安尼吼。啊，这个经验帮助我吼，想着讲吼，其实咱基督徒的性命嘛是安尼啦吼。等咱信主了后，咱有基督的性命，咱诚做新创造的人，总是咱看，咱伫这个俗世的环境中间，咱受魔鬼迷惑，受魔鬼试探。吼，咱的价值观嘛被扭曲，咱就甲即个世界共款，吼，咱的心安怎愈来愈定，吼，咱离上帝愈来愈远。所以啊，吼，其实咱嘛需要微波炉来帮咱微波一下，来保持咱心中的即个柔软，吼。咱若继续放伫外面吼，无好啊保温，会继续变定无？会啦，啊要安怎？就继续微波一下就可以，知影无？继续微波一下就可以啦，吼！我感觉这就是安怎？这就是成圣的过程，成圣吼。咱基督徒其实咱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在成圣，吼，跋倒搁爬起来，跋倒搁爬起来，吼。迄个圣就是性格，上帝性格的即个性情，咱其实拢是伫上帝即个性格的性情吼，伫学习吼。比如讲，咱淑真长老一直咧讲吼，敬虔对无？吼，其实今仔日的大神的影片嘛有讲到敬虔，吼，迄个敬虔的心就是对伫性格，咱对伫性格的即个需求吼，咱会需要来的啦吼。啊，我感觉咱一生的路途吼，拢是一个成圣的路途，的一个过程。吼，所以咱知影讲基督徒的性命爱维持高的品质，对无？咱嘛拢毋望家己的品质是真高的品质。总是啊，吼，伫生活中间，咱总是会有一种力量吼，邪恶的力量伫甲咱救，吼，互咱跋倒，也互咱的心变定，阻止咱来成圣，阻止咱来成圣。所以爱感谢主，吼，安怎？心若变定，啊，佫有救无？佫有救啦，吼，就是微波一下就好，微波一下就好，吼。所以咱真正真需要微波炉来帮助哦，吼。所以啊，微波炉是啥物？信心，吼，信心会当帮助咱将石头迄款的定的心变做肉。迄款的心，互咱定酷酷的心会当软化，会当软化。好，所以今仔日为什么我要唱新的地、新的天，知影无？好，爱有新的创造。咱信的上帝是三一上帝，对无？对吼。啊，其实伫创造的时候，信心毋是到新约才出现的啦，旧约就有吼。啊，上早出现伫倒搭？伫创世纪，吼，伫创世纪的中间。其实就已经出现三一上帝，吼，咱讲三位一体，即马无讲三位一体，即马较侪讲是三一上帝啦，吼。因为今日讲三位三体安尼啦，吼。好，恁也想看觅啊，上帝的创造为什么会有三一上帝伫内面？上帝伫倒位搭？啊？上帝讲要爱有光就有光嘛，上帝的存在嘛，吼。啊，创造的时候，为什么爱先有光？因为地面渊面黑暗对无吼，混沌啦吼，啊，总是有上帝灵安怎运行伫中间，所以这是信心吼。啊，请问吼，圣囝耶稣伫倒位搭？
圣囝耶稣伫倒位搭？有人已经讲着啊，圣囝耶稣就是上帝所讲的话，知影无？上帝讲，上帝说，迄个就是圣囝，因为耶稣圣囝就是道成做肉体，道就是 word。话语就是 word， 就是话语啊，吼，就是讲话。吼，上帝借着讲话来创造这个世间，借着圣神的运行伫中间，互这个创造会当成立。吼，所以其实啥物上帝伫创造的中间就已经有啊。吼，啊是讲你要讲，我们就来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了。吼，那个我们吼，可能指的就是三一神啦，吼，就是三一上帝安尼啦。吼，好啊，吼。讲到三一上帝啦，吼，已经离题了，吼啊，我会回来啦，吼，回来，吼啊，这个放得太慢了，吼，因为我若讲道吼，拢是我伫教会讲道拢是我的同工帮我放的啦，吼，伊拢知影我教过讲吼，因为新人因的训练就是袂当黑白讲话吼，爱逐字稿哦，吼，写几字吼，我知影今仔日讲道爱40分钟啦，吼，所以我很紧张吼，讲话有足紧的无？还是袂？虽然真紧，总是听有，因为我讲话足大声的，较有困难吼。我若讲悄悄话吼，别人拢帮我回答的。等我徛伫站牌讲啊，这是我要坐几号吼？去哪里？旁边马上跟我讲说坐705。我其实没有问他，我是修秉型的人，总是马上都有人回答吼。啊，后来我知影讲吼，我袂当讲悄悄话，因为讲悄悄话就是足大声的，大家拢听有啦吼。好，啊，咱先来，先莫讲三一上帝，咱来看三种定的心，就是依父所教诲。吼，为什么保罗要甲因讲爱换心？心智爱换心，就是因有三种定的心，是保罗看见的。吼，保罗看见的吼，伊讲你有这种三种心，爱需要信心来软化。吼，头一种心是啥物？就是无知的心，吼，空的心。第二种心是黑暗的心。第三种就是无良心。吼，就是丧失良心啦，吼啊！所以保罗提醒因讲，恁若信主吼，就毋通阁甲过去共款，照着外邦人的心思意念伫活。恁爱安怎脱离以前的生活，脱去旧的人，穿新的人，或是照着上帝形象创造的新人，吼。所以啊，要未信主的人，因是甚物款？因就是很虚妄，因就是无知。什么叫做无知？就是只知影追求俗世的金钱、地位、名声，毋知影讲这拢是空的，袂当永远存在的。吼，要未信主的人，因的心是黑暗的，因为目睭毋是顾着喇叭啦，吼，互暗看着啦，吼，已经失去真理的能力，吼，只看外表，无看内面，已经看一爿尔啦，吼，无看全部，只看眼前，无看将来，吼，这就是黑暗的心。另外，佫一种就是无良心，吼，未信主人因无良心的意思就是因麻木不仁，无反应嘛，无感觉，吼，应该爱做的好事良善，吼，迄个心拢放散，也将一切罪恶感拢放散，无感觉啦。知道吗？没有感觉是一种很可怕的事吼。伊无做这无下上帝心意事是无感觉啦吼。啊，恁知影我即马上惊的代志是啥物？恁知影无？恁即马上惊的是啥物代志？你拢毋惊对无？我靠上帝啥物拢毋惊，对，足赞的吼。啊，我的信心较软弱，我惊一项事啦吼。我真惊我会失智啦吼，惊我会失智啦吼。我为了预防失智，我做了好多努力啊吼。好，咱许公失智啊，什么都不懂，对不对？都无视什么都不懂吼，啊就也没有什么好烦恼，对不对？不对，康伊唔知要往倒位行，迄才是最大的困扰吼，这是最大的困扰吼。我做无感觉，迄个无感觉吼，实在是真悲惨的一件事啦吼，真悲惨的一件事吼。好啊，这就是吼
我拄则讲的就是保罗看见的，伊有所教会的3种定的心。所以保罗甲因讲啊，恁既然受洗归入基督，恁就是亲基督，恁就毋通徒无肉体事来满足私欲。亲基督是啥物意思？就是学基督，亲基督就是学基督，伫生活顶面操练效法基督。就是我拄则讲的，效法基督就是正圣啦，过正圣的生活。要安怎过正圣的生活？就是爱对心开始改变，爱拄起3种定的心了后，才有可能脱去旧的人，脱离以前的生活，穿新的人。有旧的衫穿咧咱的身躯顶，咱就犹原是旧的人。会影响咱的行为，影响咱的心思意念。所以保罗就进一步要求，伊有所教会兄弟姊妹，爱将因的心神换新。爱将因的心智改换，心智更新，靠圣神，互因的心思意念有属灵的新款式。所以咱来看，什么叫做心神换新？什么叫做心神换新啦？我又落掉了很多啦，心神换新的意思，就是互圣神不断伫咱的心思意念的中间感动咱，并且支配咱的生命，互咱的心思意念会当不断被更新。请记得关键字：被更新。虽然咱已经因为基督耶稣的救恩得到新的活命，总是咱的心思意念却不断。爱不断对旧的人的遐想法改换做新人的想法，也就是伫心思意念的中间，脱去过去的旧人，无过互老的我、旧的我支配，然后请新的人，互圣神来支配咱的心思意念。所以为什么我讲被更新？因为完全换新更新的迄个原文是现代被动语态，是现代被动语态哦。表示这个更新的动作是渐渐变好，然后是不断愿意被更新的状态。所以我讲被更新，表示讲这个更新毋是咱家己有能力会当去更新。乃是互圣神持续不断的更新，知影无？就想讲圣神拢帮咱做代志那安尼，咱会当做什么？咱会当做什么？咱会当做的就是不断愿意被更新，不断愿意被更新，不断请新人，互圣神随时来掌管咱的心思意念。所以简单讲，当咱的心若变定，爱安怎？紧进微波炉微波一下的意思啦，知影无？好啊，最后啦，讲一个啦，就是最后一句啊，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咱知影，咱变做新的人是什么样？是什么样？什么款式？爱做什么代志？有讲到义甲性，华语翻成仁义跟圣洁啦，仁义的义，就是指着主的性情甲性命，义是运用伫对待人的行为，你对人爱有义，因为这就是上帝耶稣的性情甲性命，咱需要用主的眼光去对待别人。圣洁性是啥物？是指着主的性格的性情，咱若请新人，就是爱互咱的心思意念。甲咱的性情，拢亲像主共款性格，所以咱要不断来正信。做结论，咱定定抓准讲，更新是改变咱的行为，咱来不断修正、调整，希望会当互家己好，抑阁较好。譬如讲，你是头家，你趁钱，即个月趁100万，你感觉下个月爱阁趁120万，要安怎改进？做一些改变其实啦这个行为啦调整很重要，没有错。总是上重要的是什么？是改变咱的心。你的心改变，你的行为嘛会得咧改变。
所以心才是真正改变的源头。吼，为什么一开始我要讲变作换心的故事？吼，就是要互咱知影，鲁国的公义甲赵国的济因，因的心互相换了后，因转去的假是因心内认为的假哦，毋是因身躯认为的假，敢毋是？所以是心底身躯行，还是身躯底心行？身躯底心行。吼，所以啊，吼，最后啦，吼，最后讲啦，吼，咱爱更新，才会当更新，更新才能更新，爱换心了后，才会当更新。吼，所以期待咱会当用新的心来接纳新的转变，咱来气煞旧的想法，用新的眼光来看咱四周围所发生的代志，也会当用新的眼光来看咱教会各种的服侍。另外，咱嘛爱褪去旧的人，穿新的人。伫每一个新的一天，每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咱拢爱将咱肉体亲像石头的迄个定的心，安怎，互圣神微波一下，恢复变做柔软的肉心，吼，安尼较好食啦，知影无？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吼，咱三角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赏赐圣神互阮，互阮会当借着圣神的帮助，将阮坚定的即个真定的石心，变做柔软的肉心。当阮的心被改变了后，阮的行为才会改变，阮才会有新的眼光去看见新的可能性。恳求上帝，互阮用新的心来接纳教会新的转变，也互即个改变来转化阮罗州教会，互罗州教会会哪来哪健康，哪来哪兴旺。献上阮的感恩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感谢牧师心智更新吼，咱咧定定会记得像牧师足好的形容吼，用信心甲咱回波一个，互咱成做一个新的心吼。即点咱来吟回应诗500首，你心志就换新。咱听做咱同齐起立500首，你心志就更新。即点咱要来奉献，咱请私人的同工出力。啊，今日就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啊，咱会当用咱业力周部的奉献地，吼，咱来对咱的台湾新学院的圣工有份。
今天咱要来读今日的金句，箴言4章23节，哈，箴言4章23节，咱台语甲华语，咱拢来读两解，吼。你着尽心，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搁一解，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箴言4章23节。咱来读华语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4章23节，哈，真水诶，真金句哈。然后接煞只，咱来欢迎甲报告，今日无新朋友哈。咱就直接进入今日报告。咱先开主报吼，先开内页吼来压这评价吼。咱头一个本会的消息就是，咱的新任蔡东旭牧师因全家要对11月19吼，对美国搬转来台湾吼，伊就是牧师娘的学位真顺利完成吼。啊，迄当日伊就转来咱入驻咱的教会牧师馆，吼啊并且伫12月1号起进行护林，吼，请兄姐咱来关心大道。牧师因有3个细囝，吼，咱大汉才5岁外，吼，啊，搁有诶细汉诶细只还袂到1岁，所以这带领带囡仔这过程吼，拢着真细腻，吼，啊要搬家迁移的过程吼，咱都拢知吼，真辛苦吼。啊，咱爱将伊个搬迁的过程放伫咱的祈祷内底吼，互因即个时阵，因伫咧整理逐项物件，就拢真顺利吼。囡仔因话拢一切平安，会当顺利转来吼。伊转来吼，牧师伫咧小会内底群组内底。已经伫咧关心咱教会真侪时间吼，所以嘛是真早就进入状况。啊，咱像今日咱牧师提醒咱来，咱许牧师提醒咱来吼，就是未来牧者新的牧者入来，一定有真侪新的眼光带领咱。吼，啊，咱的心爱换面，哎呀，吼，咱着爱像许牧师提醒咱来。心灵要常常更新，互信心做工伫咱的心内底，定定保守咱的信心内底，咱的心定定伫咧微波炉的状态内底，安尼保持非常柔软，吼。好，今日真水的信息吼，啊，咱今日吼真欢喜吼，得到柯牧师真宝贵的信息吼，你带来吼，咱台湾神学院的需要，啊个遮尔讨棒遮水的信息，咱爱甲学落对吧？哈，啊嘛甲感谢，好，谢谢牧师，谢谢。好，啊，咱过来第3项就是咱11月22号暗时6点半哈，有一个敬拜赞美培训会哈，啊，洪瑜弟兄跟慧文老师哈，主理安尼是吼，咱的敬拜赞美吼，甲咱信歌队吼，伫慧文老师甲方林老师安尼持续关心吼，咱教会服侍品质有好无？吼，咱大家拢真肯定吼，啊嘛为咱的礼拜安尼带出真庄严吼，啊上帝恩光伫咱中间吼，咱嘛欢迎咱有要进入服侍啊，有负担要服侍，咱同齐来吼，咱11月22号，咱同齐来参加吼。啊，另外就是11月23号感恩礼拜吼，啊，咱请大家用感恩的心吼，孝念主的恩典吼，啊，备办感恩奉献之外，啊，咱嘛伫爱备办心，迄天咱会有爱餐吼。啊，请大家拢到阵吼，带咱厝内底的人吼，倒来聚餐哈。不用，嘿，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咱这个来讲，没有这次没有1家1道菜，咱的是纯粹就是圣诞感恩吼，爱宴这样子吼。啊，无，就是感恩节的爱宴吼。啊，第5项就是礼拜1的，然后咱礼拜后咱伫1楼的沙发区迄个所在吼，咱即马咱逐个拢足
大家拢真会当安尼到参与一个这新人的接待，这是真好的代志吼。啊，因为感谢同工吼，大家拢将即件代志看做重要吼。啊，另外就是讲每一个礼拜三暗时的读经祷告会，因为欢迎吼，就是你有就是文典有够野，我讲文档有够野，就是讲有当你无因为工作，也是因为一寡填半的代志有机会来吼，咱尽量来参加拜三暗时的查经祈祷会吼。伫礼拜中间会当一礼拜周间会当过吼，加住3期吼，啊，真好的代志吼。啊，过来就是10月份的会计报告，就是收入是42万3397块，支出是414961块，结余是8436块吼。啊，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同心团契伫今日的第1堂礼拜三教会1楼举行例会吼，准奉长老主理列王记吼。今日的主题是魔镜告诉我吼，这今日的主题吼。啊咱今日报告到这，毋知有倒一位兄弟要阁提醒什么代志吗？啊，若无咱说者，咱来念要变诗吼。信息389首，阿罗上帝至悬至尊，兄弟咱起立来吟。吟诗煞咱请科牧师来为咱祝祷。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一会。
好。